最近天气有较寒，特别对养殖渔业来讲，得随时注意保温。所以农委会将补助市府办理养殖渔业的低温保险议案，总共452万，包括中央补助226万外，市府甲渔民共款来配合负担226万外。而市府为了争取办理时间，伫临时会要求议会同意垫付。据我了解，目前申请的渔民只有36位，占71公顷的养殖范围。技术议员蔡淑慧甲游泳池拢表达关心，同时要求市府唔通只行销沙白鱼，包括台湾鲷、鲈鱼等等，嘛一定要到促销。他们要自付226万1000元，但是有36位渔民参与，那我就不知道你是依人数来分担他们的226万1000元，还是依养殖户的面积大小来分担整个预算的一个规模。咱农业局拢无咧办这促销活动，失败有咧办，但是失败价钱嘛歹，所以你这个物件是要保险的，总经费是452万哦，啊你这226，那呢6管这台湾鲷这无几个人申请爱保险。这个低温保险哦，渔民爱自付一些保险费用。所以因会评估讲最近的天气会寒袂寒，还是讲有需要无？由渔民来家己来申请。如果渔民申请的面积越大，那我们中央政府还有我们市政府的负担的这补助的保险费用就会更多。据我了解，目前大台南养殖面积高达5000公顷，愿意投保渔民只占71公顷。当然，渔民如何评估保险的需求，是交由市场自由的机制。而政府就是徛伫协助立场，避免一旦航海发生，互渔民辛苦投入的成本拢去了了。台南新闻，军事林根采访报道。